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12月初1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泡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，我们要来从约翰福音第3章开始看咯。我们要来探讨寻求真道，主爱中找到出路。约翰福音3章有36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上帝那么爱世人，甚至赐下他的独子，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恒的生命。约翰福音3章16节。曾经有一则钻石的广告，他这样说：钻石很久远，一颗永流传。因着钻石极度坚硬抗磨的特性，钻石常被视为男女婚约坚定不移的信物，甚至有人认为没有钻戒的婚姻是不完满的。然而真的是这样吗？人人都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婚姻，但现今的世代，不论是新闻报道或者是各种电视剧啊、电影啊，离婚、家暴、外遇、破碎的婚姻已是常态。到底人与人之间的爱能够维持多久？到底有谁能给人永远的爱？我们世人对人与人之间的爱，或者是特别是我们对未来何去何从，非常的关心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借着各种信仰的追寻，想要得着满意的答案。今天所看的经文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，是犹太人的领袖。他在晚上来见耶稣。尼哥德慕对耶稣的认识是什么？由上帝那里来做老师的，他的认知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看到他这样的认定的理由是他看见过神迹，神迹证明了耶稣的身份。在对话中谈到重生、见上帝国及进上帝国的话题，其中谈到人最关注的话题就是永生或者是永恒的生命。耶稣表明重生就是由水和圣灵而生。为何耶稣提到人需要重生呢？我们必须清楚人的光景，才能够明白人的需要是什么。因着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，人的处境产生了极度的变化。罪使人的灵死了，失去了正常的功用，所以都死在过犯罪恶当中，使人对罪毫无感觉，对于善和认识上帝是毫无能力，所以人就成为可怒之子啊！上帝的震怒藏在人的身上，也因着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，所以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还有审判哦。到最后结局就是灭亡，被扔在火湖里，永远沉沦。堕落之后的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是属血气的，不能领会神灵的事和上帝国的事。因为属血气的人只看见属世的、属物质的和今世的事，无法看见属天的、属灵的来世或者是永恒的事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看见上帝国的事，需要有上帝的生命，需要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。除了上帝的灵，没有人知道上帝的事和上帝国的一切。所以只有蒙圣灵来充满照明心中的眼睛，我们才能够知道
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在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人堕落之后的悲惨和可怜的光景，我们也看到人如何干犯了上帝的荣耀、圣洁、公义，在堕落到可怒、可愤、可恶，还有可弃绝的地步。但是并不因为这样绝望，是因着上帝爱世人的大慈爱，超过了世人的败坏。他爱世人这样的一个大爱，无法形容无法领会，不可想象的程度，是爱到极致，爱到最高点。只能说甚至的意思是无可比拟、不可思议、无法测度。上帝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，为要救赎世人，舍命流血做多人的赎价。在什么时候？我们做罪人的时候，为我们死。上帝的爱就这样显明。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，他的大慈爱是我们一切盼望的根源，成就了这么大的救恩。因着上帝的爱，耶稣道成肉身，道成为人，住在我们当中，充满着恩典和真理。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耀，这荣耀正是父亲的独子所当得的。上帝赐下他的爱，为我们这些罪人提供了一条出路。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这是关键哦。你邀请他在生命当中掌权，在十字架上所牺牲流出的宝血能够为我们赎罪，所以他成为代罪羔羊，也为我们铺一条进到上帝国的恩典之路。你可以借着受洗得着重生，或者是新的生命，所以才能够看见上帝的国，并且能够进上帝的国。他赐给我们的礼物就是永生，是宝贵的应许。这是上帝要赐给我们的一个永恒的礼物，这礼物无价之宝。上帝却要将这礼物赏赐给愿意接受他的人。永生不是从人的头脑而来的产物，永生不是美好的哲学理论，永生不是人造出来的一种巧妙事物，永生也不是靠积德、靠施舍而获得的报偿。因为永生既是上帝儿子主耶稣的生命，除非上帝赐给人，否则人断无法得到的。得到上帝所赐的永生是凭着信，信就是接受、接待。信耶稣就是你接待耶稣，邀请他住在你的心中，如同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，使基督耶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。上帝爱你，愿你接受上帝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所要赐给人的生命，并且活在他里面。愿主赐福大家。我们来思想，你知道上帝爱你吗？他爱你爱到怎样的程度呢？你是否已经接受耶稣对你的爱呢？接受上帝对你的爱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对世人的慈爱和恩典，赏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降世为人，来拯救我们，使我们不致灭亡，其实要叫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道成肉身，生活在人的历史当中。感谢主，你来不是要定我们世人的罪，而是要拯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，成为我们得着永恒生命的盼望，也在主十字架的爱中找到出路。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智慧和领悟力，让我们更深刻明白
主耶稣你救赎的计划。我们也为那一些尚未认识主的人祷告，愿主圣灵感动他们的心，照明他们心中的心眼，让他们能够谦卑寻求真道，并在主的爱中找到永恒的出路。愿主圣灵你感动我们，愿意去传扬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得到重生救赎的生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分享哦。我是有伯牧师，祝福您活出永生的盼望。我们明天再见哦。